人无得看吼，本来就看你无啊啦。哎，好唔好加在我有来咧，无你安那叫洗面都唔知咧。好啊，你莫甲讲啊。小美少，我真正看袂落呀。进前你也咧演，即马要搁演，你规气去做演员啦？爸，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凯啊，这件代志我无讲袂的。你会记得迄天，你甲恁母啊为小白鱼接回来过去哩无？迄阵你就开始演啦。我足惊吓的，我足烦恼的，演甲敢若真的咧，其实拢咧骗你的啦。伊的目的敢若一项，就是爱你无时不刻要紧伊尔啦。你莫听我别人讲好不好？郑凯，你莫听你爸爸讲，根本就无这个代志。你莫听伊的，哪会无这个代志？我咧有随讲啊无呢，叫伊讲唔通安尼，啊若无代志根本就袂收煞你。啊无我就抓。但做后生的人关心妈妈有啥物唔对？我只不过是……哦，妈，所以你真正是咧欺骗我对无？郑凯，我……你为什么要欺骗？为什么？所以你讲，你同意我甲小秋复合，拢是假的。还是讲其实你自头到尾，你拢无打算要接受小秋对无？对，我自头到尾我就无想要接受迄小小。但拄过案了后，因兜牛肉面店的生意就无通啊做啊呢。啊，因对伊是一个善良的亲家，你是要摕下欺人啦？但海口盼那愿意饲，头去饲，那毋是较伤心？妈，你哪会当遮尔自私，什么代志拢替家己受呢？我真正开始怀疑，我当初是该吹的，这决定到底是对还是唔对的？我甲小秋会行到这种地步，完全拢是你害的。我是为你好替你想呢。你是咧创啥啦？我想我唔是一个100分后生，不过恁所要求一切，我拢会尽全力去做到到，尽量要满足你。不过我感觉最后，我的好心，所变成害我失去我上爱啦。迄种互你控制、感谢生活的人生，我无想甲继续过落去啊！所以我已经决定，我要搬出去。我感觉安尼对你对我拢好。我若是甲继续踮这个家住落去，我就惊我有一天，我对你的尊重，会互你无甲一点仔拢无剩。这还是咧讲啥哈？这个家无你敢有亲像一个家？你是安那无都体谅我对你的用心啊？我知你就爱小秋的。也毋过我更加知影小秋是一个最有心机的查某囡仔呢。你若无，你甲看，你是甲伊切了后，伊就走去甲迄什么摆的。也毋过你甲真儿，你两个是演假的呢。伊这叫做移情别恋。亲像伊安尼存过这么混的查某囡仔，你对伊流浪要创啥？你讲为着伊，爸爸妈妈不一定搬要带你出去。感觉我这个做妈妈的人，比袂过一个遐尔无情的查某。好啊，你莫搁伫我面头前讲小秋的歹话啊！你安尼只有我看袂起你尔。你竟然跟我讲遐尔重的话，感觉你真正不爱替我做妈妈。你是不是不爱替我做妈妈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对待你，拢是你逼我的。你一遍又甲一遍离我对你的好心，我对你的不忍心，安尼欺骗我，甲我当作亲像家己安尼控制、欺人，甚至甲生掩面手法。最后，甲所有的钱拢撒互小秋。你敢知你互我变成一个无路用、无都保护家己心爱的人，无都保护家己心爱的妈宝渣男，你知无？你害我痛苦到我唔知要怎面对我家己，说我无想要继续忍受落去啊！妈，我这边是甲你讲真的，我不是咧甲你演戏。可是你若是要继续，你家己演的，我无奉陪啊！真开！好，免休啊！